你可以永世都唔結婚，你可以永世都係韋小寶。OK。Once 你結婚咧，就係嗰個人噶啦，就唔好搞咁多，係嘛？婚姻亦都係一個 commitment，我能夠抵擋啲誘惑咧，即係除咗話我以我嘅愛、以我嘅責任感，再多一個元素咧，就係內疚感。即係我會知道我自己一旦去做咗唔住我太太嘅事咧，我內疚感咧係遠高於個快感，都唔啱數嘅。我一個咁中意計算嘅人，講花不來呢一個，呢都蝕水。我能夠預測到我日後嘅日子不會好過，會長年累月咁俾人埋怨。我常常會提醒我自己咧，就係喂，有一個人啊，將佢嘅下半生啊交喺你手上，有一件乜嘢嘅事帶得佢將自己整個人生生命交俾你啊？咁我就即刻就會激起咗自己嗰個愛意。我不停都要咁樣去 remind 自己，同埋我太太都有講過一句說話，任何嘢都要經營嘅，愛情、婚姻你都要經營。